谢上。大家有地位就是讲咱厝内底有5个人。是，大家本节目过5关变奖金上济35000块，恁揸登去哦。3万5。好，再来介绍咱2队来宾，我来讲，今日吼2队来报名哦，舞拢足高跳的。哎呦，真正武林无手啦。嘿啊。嘿，阮这边的队长吼，我甲你讲，我更较佩服，是我的好朋友。哦。嘿，人拢会失志过，不过了后，我甲你讲，伊即马偌拼，你知道？佫有真济真好的计划，等下甲大家好好来分享吼。介绍阮这边阿峰歌舞团，我的队长张胜峰。5、6、7、8，倒边朋友，下边朋友，大家看起来，高中跳，练功夫，练功夫，跳舞身体上健康，爽啦！对啦，今日来咱节目吼，是嘛要甲伊的舞蹈吼，贡献互大家，分享互大家看。是，毋过爱先甲队员甲介绍出来吼。好，来第2位，大家好，我叫 K 金，我金的。K 金是24K 啊，18K，足贵的，足贵的24K 啊。24，嘿，我今年23岁，我是职业是 dancer， 我兴趣是唱 rap。来欢迎。好，K 金的边啊咧。我是棒球立地华。讲讲，我叫林凯奇。我是一个 model，甲我咧做直播。直播。是。好，来欢迎，我刷入去咧。大家好，我是国民前男朋友，我叫张孝哲。大家好。国民前男朋友哦。对。为什么是前男朋友？你们袂使？无，因为一定爱前男朋友，就是每一位美丽的小姑娘的前男朋友。好，来前男朋友的边啊哩。嘿，大家好，我叫宝梅，我本身是业务人员。我之前有参加过中国好声音的歌唱比赛，我是选手。是，咱欢迎这边，嘿，我的阿峰老师。好，来坐入去，欢迎这边。恁这边是歌舞团，阮这边是窈窕美丽团。有影，因的舞，因的舞蹈咧吼，真正有影开窈窕一档淡薄啊安尼啦。欢迎阮这边队长蔡奕华。技能3是爱跳舞，不欢乐，不健康，不快乐，你讲对唔对？爸爸舞蹈家来呀，爸爸来啊，爸来啊，60年啊，60年啊，伊看起来都无60岁啊。先拜。来，爸爸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蔡辉煌，台湾上有名舞团社银门舞集，我是较早的前团员。你知影银门舞集，第一面安怎讲的？你知无？来，老师你讲。老师安怎讲？混舞剧。唔是讲话特别安尼。唔係，伊這是一個氣質。拢安尼啦。嘿，這是一個氣質。對。好，來先甲介紹落去啊。好，來。大家好，我叫做晶晶，我即马22岁，我即马搁咧读册，我咧教小朋友跳舞。边啊，我介绍落去。自我介绍，好，说了来，我要自我介绍，我是李慧婷，一世人跳舞跳袂停。好，来，我继续甲介绍落去。咱的好朋友。大家好，我是刘依丽，我是营养师，我是来插花啊，因为因拢做到跳舞的，我是来鼓掌的安尼。我是教大家健康安怎食，吼，食甲营养，还佫有减肥的。好，来，咱即马。要开始车饼呀，车饼呀，咱音乐甲放话，阮阿峰老师这边来，先来，来。连伊 ending pose 拢做，我袂晓讲啊，帅气啊！我讲伊教先啊，确实有困难，你迄一个动作，飘听偌久，你都爱听偌久。够厉害啊！这边少年完了，换恁这边的少年啊。阮这边我要教你知无？来哦，你看者就知啊。我甲爸爸做伙。哎呦，来
舞蹈的水吼，较想要哦，舞蹈真侪种，水法真正无共。窈窕是窈窕，这边飘撇的是飘撇的，飘撇的，啊，这边是足窈窕的。好，啊，若是咱台语嘛是共款，一定爱有下功夫了，才有今日，就是咱的台语顾问老师。欢迎今天咱的顾问老师王秀荣王老师，大家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秀荣。若要水，食果子；若要巧，讲台语；若要活家咕咕咕，就爱唱大家逐工来跳舞。有影，若要活较久的吼，真正有影就爱来跳舞啦吼。谢谢老师啦。好，今来咱第一回合无，资格赛开始。四字斗一字，主持人出题目，题目有4个字，逐字拢会当甲中央的答案斗出一个台语词，只要斗出正确的答案，就会当得到分数。上尾啊，分数上悬的家庭就赢咯。真酷！嘿，四字斗一字，开始是安那叫做四字斗一字？哦，因为吼，咱等下出的题目吼，就是要互恁斗台语词啦。啊，中海字乌调，啊，互恁要看觅，什么字甲边仔迄4个字斗起来是拄好4个完整的台语词。哦，台语词，所以讲咱来写正确的台语字。啊好，写完了就开始试啊，写完就紧来试哦，吼。好，来，我要出题啊哦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什么厝、什么心、什么门、什么气？是什么厝、什么门、什么心、什么气？猜一下用迄什么字咧？来，开始写。写完记得请就答。开门。来，爱写字，爱写字。开哦。啊，开心就唔对啊！对，开就唔对啊！来哦。好来，你的是啥？我是开开，不过你甲念一个敢对？开门，是对的，来，开气，开气，开气吧，开气，啊，过来，开心，开心哦，啊，过来，开厝，啊，哦，是开确定哦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开？唔对，对啊，不要紧，咱看这边有答案无？来，你确定答案就使试啊？嘿，好，来，你的是有啥？有啥物？有厝有心，真好，有门气。哦，真好哦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有？安尼会使。好，咱听着拢，敢若聊啊怪怪，等下听老师来解释。来，分数。终于得了1分啦！咱听老师来解释。迄边就是讲，因藏的是有嘛，啊，其实你用的是动词甲补语这款动补的结果，所以你变做有厝，咱有这个词，有心去做宽补，啊，有气，毋是无来，吼有气，啊，有门，真正有门，啊，佫有窗啊，啊，毋过其实阮本地设定的是希望有入厝、入心，啊，入门，佫入气，安尼，嘿，啊。等于是一个词，毋过因为你动补结构伫咱动补结构伫咱台语内底嘛定定用，所以互你算对。好，不要紧，咱第一题尔哦，两题哦。好，来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什么气、什么风、什么狗、什么人咧？是，来开始写。哎呦，写好就紧来试哦。什么气、什么风、什么人、什么狗？嘿，什么气？这个用到底是啥咧？咱会使讲气啦。哦，气啦，啊，风、狗、甲人。嘿，想看麦？气。哎呦，哦，真好哦。来，来，恁的答案是老，老，啊，倒起来那念。来，老气，老风，老狗，老人。是哦，真好哦。来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好，来分数我标落去。恭喜这名嘛得了1分咯。来，咱来听老师安怎解说。来，老师。好，到了真好哈。咱迄个闹开，就是讲，做代志啊，就是互相闹开求进步啊，吼。啊，老风就是讲话吼，家子也是讲了迄个音假音无准，然后闹高气的。甲车去人头闹风，啊，毋过这是无好的行为。啊，老人来就是讲要去脱土啊，吼，毋是顶高机的哦，因为老人实在足济人，啊，较莫做迄款代志的，吼，所以真赞厉害。是，好，谢谢老师，袂歹哦，即马拢一人一题啊，白手哦。来，咱来看第3题啊。加油哦！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
什么米？什么波？什么钢？什么线呢？来，现在开始。哎呦，来，半米、半米、半米、半波、半波，半线、半钢。应该是念半仙呐，对吧？是老师按对不对？这题拼输赢，倒一队会当提走5000块嘞。来，现在开始。哎呦，来，半米、半米、半波、半波，半线、半钢。半钢半线，哦，半仙应该是念半仙呐，半线是。好，来，咱来问老师，安尼对唔对哦？吼，老师安对唔对？会使先看。好来，分数。恭喜哇，咱这队搁得到第2分啦！咱这个是添做半吼，啊，毋过伊个另外一个文音叫做半，哈，所以头前迄3个物件，半暝、半工、搁半波，咱较定定伫生活中咧用，哈，所以咱就是用半。啊，毋过迄个半仙是咧讲一个人就是功夫学无啥够，哈，啊，毋过也是讲伊毋是真正的新鲜是一半，啊，毋过念的是爱半仙，好像咱素还真啊，伊有讲半形半性亦半仙。专儒专德是专贤，吼啊后壁佫有2句吼，所以就是讲念的是爱注意的文白音。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好，来，咱看2队分数，先看阮老师这边。阿峰老师得到1分。真好哦，来，来，咱妖娇的咧，得到2分咯，所以因得到5000块。先摕到5000块的迄落奖金啦吼。嘿啊，不要紧，咱佫继续佫拼落去哦。加油！起来第2回合，手搭定高机。抢答定高机，2队派出1个人来抢答，讲出正确答案的人就会当得到分数，隆重进行5条题目。哎，我无想过呢，真正有影安尼。股票拢爱买透死。嘿啊，阮蔡爸爸讲安尼。是，好来，全国朋友请出题。是。哦，这实在是我感觉目前以来我感觉上困难的，因为内面有化学、数学、文学拢有。是，所以讲哦，其实免紧张，恁知影的，拢甲讲出来就对啊，尽量讲出来就对啊，哈。看谁得到上侪分，会使摕到1万块。是，我是希望这边通啊变盘啦，吼，咱啊变一个啦，好来啊，第1位哦，好来，咱加油啊！请出题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峰先生，阿峰老师。我伫网络面顶用台语来教数学吼，今日来问大家一寡问题吼。好，头一条，3加5平平8，好，应该无问题。第2条，3减5平平有2。请问大家第3条第3抓，这抓，要安怎念呢？这抓安怎念？拄啊拢有看清楚哦，吼。好来，咱请抢答。来，给金咩？耶！来，3,500等于15。别紧。等于15。哦，3000。3,500等于15。哦，3,500等于15。是，好，我来看老师哦，吼，来，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安尼较像3,500。念法差不多啦，吼。对，加油。好，不要紧，谢谢老师，来，爸爸，机会来。 3乘以5，嘿啊，台语。平平15。乘以5，要安怎讲台语？3平5。3平5，平平15。平平15。平平15。确定哈？3平平5，平平15，确定哦。 3加5平平15。3加5平平15。好，来，老师是毋是3加5平平15？ 唔是，咱真罕哩去念着啦，是，不要紧，咱听老师来
解说，啊，看安那念吼，来老师。好，咱拢总这个算法内底有加减乘除，所以咱这个3乘5，啊，这个等号伫英语内底咱叫做 equals to， 也是意思。所以这个等号顶号咱会当讲等于，也是是，也是着偌济物件，也是伊讲的平平。好，所以来这个答案就是3乘5等于15。安尼，还是平平15、45、着15拢会使，嘿。哦，好。啊，毋过咱是咧考迄个乘啊，嘿啊，因为咱平常时啊，真罕咧咧讲，对，好，谢谢老师，今日大家拢学到乘，就是成语，哈，好。小小的生活，大大的学问，有够困难。是愈简单是愈困难，不要紧，咱搁拼就好。加油哦，加油！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平常时啊，吼，咱若有听到这上乘，吼，咱都爱学起来。对啊，不要紧，加油啦吼！认真想要讲啥就甲讲啥就对。勇敢讲出来，无听到就是互你对哦。是，吼，好来手放喺另个顶面，听我讲，车手台咱台当试哦。好，来，咱车出题。大家好，我是国文老师曲德。传说伫咧盘古开天的时阵，玉皇大帝为着要知影安怎计算着年月，就举办着一个动物的走烧肉的比赛，也就是咱现准时所知影的12生肖。各位，恁敢知影要如何用台语讲出着12生肖呢？请问你敢知影安怎用台语讲出12生肖呢？好，来手跟好哦，咱请手答。好，来试看麦，阿弟来。鸟翅，啊个牛，啊个有虎，过来，兔，龙，蛇，马，羊，狗，狗，狗，雞，啊個豬。你是不是咧心内偷偷用国语算？你会当数头搁念一摆。对翅开始。翅、牛，啊个马、羊、龍，虎，啊个龍，蛇，馬，狗，啊个有狗，雞。啊，佮有狗甲猪。好，你确定有12？我加起来无12哦。无12吗？阮就认真你替你算嘞。刚刚你甲伊讲10项，哪有2项字？来，你会使开始算啊来。来，鸟翅开始。鸟翅。牛。老虎。兔啊。龍、蛇、馬、羊、狗、龜、狗、豬。哇，我歌拢出來，來，老師，安尼對唔對？我感覺已經過3年啊。恭喜啊！看是有影无定定念的，有影无啥会晓念。是，来分数。阿峰老师得了1分哦。好，来，你请，你请坐。我来听老師講者吼。來，老師，我想示範一個正確的念法。厝牛虎兔龍蛇馬羊狗雞狗豬，愛安尼才緊。對。安尼較會有走標的感覺，因為這拄開始，伊就是講玉皇大帝要定這12個月，所以要找12種動物嘛。啊，看上走較贏，迄咱有台語的一寡民間故事。啊，鳥鼠啊，當然伊有用伊的頭殼，吼，所以伊雖然細細隻，毋過小兵立大功，所以咱人就愛有志氣，一年的開始愛較積極的，吼，莫去看輕大家，看輕家己。過來伊3、4種，伊其實有小可按照迄個季節。所以一直到低的時，咱其實是一種修行休困安尼，吼。啊，頭前就是愛較拍拼，愛像迄個牛愛春經，吼，啊，佮有像虎愛有龍馬精神安尼吼，啊，佮有迄個兔愛去迄個清明
的时阵安尼吼，所以这真趣味。啊，毋过以前阮阿公拢有甲阮讲吼，啊那拢无鱼啊，所以阿公就拢甲我讲，咱会当甲增加叫做厝牛、虎、兔、猫、龙、蛇、马、羊、鹿、狗、鸡、狗、猪、鳖，伊尾仔就加一个鳖。啊嘛是无鱼啊。啊，毋过这拢是就是水灵咧受的，啊，毋过迄是趣味啦。咱正确的就是厝牛、虎、兔、龙、蛇、马、羊、狗、鸡、狗、猪。哦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其实有当时爱教囡仔念诗，吼，较像样好听，厝牛、虎、兔、龙、蛇、马、羊、狗、鸡、狗、猪。迄押韵拢诚水。是，不要紧，啊，若是你会念无？我会晓念。好，饲牛、虎、兔、龙、蛇、马、羊、狗、鸡、狗、猪。真紧，就是手较慢啦。嘿，手较慢。定念就会晓啊啦。不要紧，这边1分，这边加油哦。加油！好，爸爸，好，来，咱今日活动。是，就中第3位啊吼。加油！是，咱搁加油，好不？吼，静，甲精落，看你啊，甲精落去。对，这前查甫朋友甲精落去啊。前男友。对，好，来，手跟2个点名哦。加油哦！听我讲，请手答咱才会当试哦。好，我要来出题啊哦，吼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大家好，我是刘伟霆律师。依据台湾即马现行的法律的规定，敢是公司一定爱互员工年终的奖金呢？请问公司敢有法律规定一定爱互员工年终的奖金呢？年终的奖金哦。阮遐都收金嘛。是，来，咱请手答。晶，来，晶，我感觉爱。不是你感觉爱无？是你感觉法律有规定无？有，确定。确定。是，好，来，我问老师，法律敢有规定？无。来，机会过来啊！这简单2种答，这是3分啊啦！法律有规定无？无啦，无规定啦，无规定无规定吼。无规定。好，老师是不是无规定？健康。这根本就送问题啊，是不是？好，来，不要紧，分数。恭喜咱阿峰老师得了第2分哦！来，听老师解释。咱法律是无规定讲一定爱发奖金啦，吼。啊，毋过到年尾啊，大家拢希望讲一年会当得到鼓励，而且就是万无万少，吼。啊，过来是咱台湾是一个最有人情味的所在，所以大家若是头家吼，就加减爱发互新人一寡奖金。啊，若新人真正你的头家较酷，啊，你无去摕到奖金，咱嘛袂当去甲头家告，吼。啊，咱就是讲有另外的计算，也是讲搁较拍拼，无定着每年都有奖金嘛安尼，好。好，老师谢谢。意思来讲，咱头家吼，咱就要想头家。OK，嘿啦，啊，若要买个时阵爱记哩哦，吼，迄红包就爱传好好。对啦，迄是一种鼓励，免税也是一种鼓励。对。吼，所以讲咱即马搁鼓励这边的，等下分数甲摕起来，好不好？加油！好，来，咱今日哦，换来。来第4题哦。好，来哦，我要出题哦。好，请出题。大家好，我是新闻主播廖世祥。COVID-19的疫情到今嘛已经3年啊，若想要去国外佚佗，你已经注预防针注好注满了后，倒一个国家你去，你就唔免去隔离，请讲出3个国家。是3个无需要隔离的国家哦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来，日本、菲律宾、美国、日本、菲律宾、美国。来，老师是不是这3个国家？对，正确，恭喜恭喜哦！好，来分数。恭喜得了1分哦！有皮转来一有啊吼。好，来，咱听老师解释。来，老师。因为大家等3冬已经等足久啊，吼啊，渐渐大家嘛拢有去注重这个健康。啊，毋过就是讲，咱会当为咱附近的吼，差不多东南亚遐、香港啦、马来西亚啦、吼泰国、越南啦、新加坡，啊到日本、韩国去，啊到英国、美国遐足济，啊就是大家爱看咱这个卫福部因的公布安尼，是来去做旅行的计划。好，恭喜您哦，咱个加油！好，来今日换人。是
哦，想想的，嘛是真刺激，你知道？对啊。真正即马才2分，才1分，若是这边1分摕起来就平啊咧。就紧张的啊。免紧张啊，要紧张啥？对啊。是毋是？一定爱刺激啊！这边爱加油，这边爱加油。就是爱这个气势啦。哦，老师讲这个。好你加赛，咱无音乐，老师若有音乐跳的是可能7点钟。哎，袂算。啊，这边嘛出来，其实哦，就是跳舞一定爱热烈啦。对啦。吼，啊，佫会健康。你讲安尼有够好。好，来，手放在2点面，咱看伊要出啥话吼。听我讲车手答，咱才会当试哦。好，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大家好，我是林玉安律师。有一对母仔囝去病院，互医生看。阿母甲医生讲，你若是无要医好我的囡仔，我就要甲你告。请问这个阿母犯什么罪？是啊，犯着什么罪咧？来，咱请手答。哎呦，来，我吗？也还。我感觉是违下罪。威胁。你先讲华语，我听过吗？威胁。威胁哦。威胁台语怎么讲？威吓。法律内底有这2字吗？有。威。对吧？咱即马讲的是犯什么罪？有名词对唔对？什么罪？恐吓。哦。恐吓罪。哦。明白哦。确定哦。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恐吓？音小看走也唔过对。好，不要紧，来5分数。恭喜咱这边得到第2分哦。好，音差1点点嘛，吼，不要紧，老师嘛是互你过。好，咱来听老师安怎解释哦。来，老师。好，这个拄则迄个犯罪吼，啊，然后讲威胁 ，OK， 这拢是唔对的行为吼，因为无迄个事实你讲是恐吓罪，吼吓。和爱吓，和爱吓，还是吓拢会使，吼，恐吓罪、恐吓罪拢会使。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袂当安尼后白讲恐吓。对。是，好，来，咱即摆请回。是。不要紧，咱来看第1分数。哎呦。我真熬2个拢平啊。平手哦。先看阮这边。啊，老师得到2分哦。啊，来，咱姚教的咧。姚教得到2分哦。所以讲2边都有奖金哦。2边拢得到1万块。拄啊，这边爱倒去无？哎，即马倒去就15000咯。是，不要紧，咱阁继续手牵手甲拼落去哦。第3回合。好，今日第3回合，斗阵拼输赢。斗阵拼输赢，拢总5条题目，2对家庭10个人斗阵上台回答，若是答唔对，就会失败。进行5题了，最后生存落来较侪人的家庭就赢咯。啊，咱即摆问者咱组长，你有什么计划无？阮头拄啊参详了后，结果是，阮尽量一个鸡卵唔通放伫一个篮底。是爱甲分开就对啊。分开啊，放安尼。是，这是真巧的方法。我想这边嘛是共款，会安怎巧吧？嘿，阮分2组，这边的拢足巧的，你家己试吼拢会对。啊，我听爸爸的大富贵。分2组，咱这风险嘛是爱分开哦。对，咱即马就开始出题哦。加油哦！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伫咧传统的风俗内底，食订婚岛的时阵，男方食一半都要先点点啊离开，是为着啥物咧 ？A. 惊冲煞爱回避 ；B. 惊留落来吼爱纳笑付钱啦；C. 就是袂使甲对方食够。哦，来，恁有10秒的时间。确定，你确定？哎，到底是毋是讲会冲着煞？爱回避，还是讲爱纳钱？还是讲 C？ 嘿。会甲人食够，这可能有结婚的较了解哦。是5、4、3、2、1，来起答哦。来。好来，哦，这边较特别，这边有 A、C。来，我先问者，老师，你写哪是 C？ 我是感觉吼，这个女方是吼，那是这个。人讲无大囝，是不是？哦，啊，早诶，这个男方哦是会较吃亏。是。哦，啊，咱袂使伤惊某。
哦，所以就爱有这个风俗，会礼数，啊，就人食一半，啊先走，安尼才会叫好食够够，是好。啊，那咱是安怎？溪金的甲保妹，你想那是 A， 因为风险的问题吗？就是较早阮细汉时阵有听时段咧讲吼，就是讲订婚的时阵，容易一半时间，对方男方啊先离开。对。安尼意思讲，较会长长久久的意思啦。所以我就想讲，应该是壁迄冲刷，嘿，我想是安尼。听着拢袂歹，不过这边真厉害。来，爸爸，是安那是C。老人结婚前，日后好相见，你知道？老一寡清婚，日后好相见，所以老一寡好物件，后摆好见面。人情留一线，以后好相看。对，这一句话。嘿，这就是结婚的时阵风俗是安尼。人情留一线。是，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个哦。正确的答案是。来 A， 咱先消息，先休困一下哦。保妹甲咱的溪金妹拢爱先休困一下哦。哦，这边剩3个，这边5个拢留落来咯。哦，完在。好，不要紧，咱听老师来解说哦。来，老师。咱这嘛是台湾风俗足趣味的所在。咱先讲教迄时吼，伊若做同事是迄个白教啊，吼，还是我教位啊，吼。啊，另外伊是做形容词，就是讲有够雅，吼。啊，做复数的后壁接形容词，变有够水的。所以这个教，伊就是两字加斗做伙，已经到上尾啊。吼，啊，咱唔好讲食到上尾，食到一半的时，表示讲啊，恁这新妇过来的时，吼，我袂甲欺负啦，吼，阮这间厝吼是真接纳迄个新妇，这个会甲疼痛吼，袂甲伊食到，安尼你放心啦。啊，伊绝对唔是立钱，因为这婚姻因有大片小片，拢是爱去家己去计算的吼。好啊，所以这是。一种真古锥的礼，啊，毋过真现代无共啊，吼，所以咱一寡风俗会当对时代来去变，吼，办不好伊若无中走的时，啊，你就毋好讲你到时会甲我食到，然后袂当，就是讲除了袂当，就是讲食到一半，佮袂当共讲再会，讲啊我先来去，才过来，拢袂使，啊无定第二届对婚姻嘛无啥好。谢谢老师。其实咱台湾礼俗较像遐古锥，嘿，啊，毋过即马拢较无迄个礼啊啦，吼，啊，毋过若是真正通较传统一个吼，用这传统的礼嘛是袂歹啦。这就是台湾人孝情啦。无毋对，无毋对。好，来这边哦，3位哦，这边5位哦，来，咱先甲迄后一题，后一题哦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伫台湾的民间故事内底，若是白脚地的乌鸟，就是表示歹结条。啊，你敢知影为什么伊认为伊是歹结条呢 ？A， 伊会互尸体组吊起来 ；B， 就是因为伊会互囡仔有阴阳眼；C， 就是伊会起无主的分泌鬼魂过来。细汉有听过咧，鸟吼，若跳过迄个大体，哦，迄个无结条，歹结条啦，是。伊的脚有乌白。是，所以个乌白无常甲掠走。啊，无常啊！伊讲的不是鬼哦，伊讲的是无常啦。这个想法不哩啊趣味。白脚地乌鸟表示歹结条，你敢知影是为什么呢？好，来，恁有10秒的时间，请开始哦。嘿，这真厉害吼！对啊，白脚地乌鸟会安怎吊起来，吊起来。不过真正以前白脚地鸟无人要爱，真奇怪。敢若连狗啊白脚地嘛无人爱。无唔对，到底是哦，尸体安尼吊起来，还是讲囡仔有阴阳眼？还是讲哦无主鬼魂会来哇呢？是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来时间到，来请起答案。来有答案嘛哦，A，好，不要紧，我先问一个爸爸。好来。爸爸全部拢 A， 就敢若你 C。因为伊的脚有乌白，是，所以无常鬼过来，
把它抓走。武松哦，伊讲的不是鬼哦，伊讲的是武松哦。武松啦，黑白卡，所以黑白武松甲掠走。哦，是。这个想法不哩遐趣味。啊，那这边的我来问一下吼，慧婷，你啥哪会选 A 咧？因为自细汉，阮阿嬷就甲我吓惊讲，莫饲白脚地猫甲狗，因为就歹激掉的。若是讲厝内面有人转伊，因为古早的时阵，迄个大体拢是囥在厝的，所以乌猫若有白脚地若下过，伊就会变僵尸，还是跳起来。所以这细汉的时阵，自细汉的是足恐怖的，所以我会记。所以讲有当时啊，阿公阿嬷的话吼，拢真正爱听你。我要问我阿嬷有教你爱禁气无？暂时停止呼吸，不是啊？拄着僵尸的时阵，对啊，对安尼。好，来这边，老师你啥哪选 A 咧？我也是自细汉就听过咧，听这个有人讲过，啊，佮有迄个民间故事。电影嘛播过啊，对啊，常常你看，哦，所以哦，爱惊迄个猫啊，哦，来跳过迄个大体，哦，迄就无激掉，歹激掉啦，是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哦，正确的答案是。爸爸，咱先休困一下哦。谢谢。好，来，咱这边即摆有3条命，然后咱这边有4条命。来，咱听老师来解说。好，这自较早吼，就是讲。观察迄个大厝拢是停伫个客厅遐吼，啊，即马就是讲咱拢爱伫遐摆一寡骹尾饭吼，啊，主要就是拢爱24点钟拢爱顾好调吼，较袂互迄个猫仔跳过。啊，毋过是安怎就是讲当初有一只猫仔拄好爬骹地，爱跳过了后。就是有迄款情形，吼啊，到底为虾米会造成迄款情形？因为因猫毛啊，个迄个尸体，吼还是尸体拢会使。伊若算讲有温度，爱跳过就吊起来安尼，吼，所以会有迄款传说啊，一代传一代，就有即款禁气，吼啊。毋过咱即摆嘛是共款现代物件，就是讲对猫啊，咱嘛是爱去保护啦。真正若拄着伊白骹地，人佫有讲猫啊是迄个乌鸟白肚，大银2500，所以即款乌白甲无常无啥有关系。咱狗来哺，鸟来起大厝，对动物咱拢来疼惜有善心，家己就会愈来愈发。好，来，咱这边3条，这边4条，咱佫继续拼落去哦。请起后一题。好，来促销，哈，好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俗语伫咧讲，俗物食破鸡是啥物意思咧 ？A 就是唔知影知足 ，B 就是做人真当算 ，C 就是贪俗颠倒损失大。好，来，恁有10秒时间。哦，啥物？俗物食破鸡。俗物啊。俗物。我刚听过俗物无好货。嘿，阿妈听过食破鸡。食破鸡。啊，到底是唔是知影知足？唔知影知足？有人听过吼？做人真当算，也是讲贪俗颠倒大损失。对，是。这跟贪念有关系哦，吼。3、2、1，时间到，请起落。来，哦，这边是 C， 这边嘛是 C。哦，老师，你啥哪是感觉是 C？ 这个人啦，贪，小贪啦，系小贪，贪俗啦，贪俗，哦，啊就会就损失足大的，哦，咱做人就是袂使安尼，一步一步来，对，是，有道理哦。啊，其个咧，你嘛你感觉吗？我是感觉讲，无一定俗的物件无好啦。啊，毋过阮做人袂使讲，拢是安尼用俗物啊去个性的愈来愈去为袂使一直想着敢若要直俗。嘿，对，迄个观念。啊，那这边咱伊利咧。我感觉是贪心嘛，就是讲俗物对伤贪嘛，吼，就是讲这俗俗的，所以个一直家是讲一直会使甲变。对。是。啊，那咱的队长呢？我感觉刘德华讲的拢对。迄就对我意思。啊，我有一个想请问一下队长，为什么头早讨论恁无人穿爸爸咧？爸爸就叛逆啊，无听阮的。哦，爸爸会听话。其实爸爸哦是无后的迄个军师啦，伊伫边拢有听恁讲安尼对毋对？爸爸你感觉安尼敢对？对哦，袂使小贪。爸爸挂保证，袂使小贪。想到一句话，好什么话？小贪嫩家人。哦，嫩家人，对。
是，好来这边四三个，我刚不是四三个啦，这边三个四，这边三个四，啊这边四个四，啊不是拢同款，四个无听啦。好，咱来看咧，正确的答案是不是 C 咧？来，正确的答案是。 是，真好，真好，赞！是，哎，分数，赶快啦，今嘛3比4啊，加油哦，加油哦！可以了。哦，好来，赞哦！咱来听老师解说好。是，来老师。好，咱赶快转来俗这字吼，俗这字你若甲做动词，就是去甲物件用吼较俗的安尼吼。啊，所以你若准讲本地你要起一间厝，啊材料爱用较好较稳的，啊，毋过你雕工就买一寡头工减料的物件，安尼颠倒就是你规间厝就会歹去吼。啊，当然迄是举一个咧，啊，毋过另外一个就是讲，伊会当做形容词，所以足俗的米。 吼，啊，你若买规大摊，人讲俗米无好货，好货毋袂俗，所以你若了遐个钱去买遐物件，结果转来拢无路用，啊，你搁蹲到规间厝，然后搁了钱，搁袂用尽，啊，搁用了无好用，安尼你的经济啊，搁有你的信用，还是啥物的拢无去啊，吼，所以毋好用。来，最后一题啊！加油哦！加油哦！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有足侪地名是对原住民的迄个古早名还是社名来？啊，恁敢知影下骹倒一个就是安尼来的 ？A. 高雄的灵雅 ，B. 台中的大甲 ，C. 屏东的万丹。好，恁有10秒的时间，请开始哦。来，是高雄灵雅，还是台中大甲，还是讲屏东的万丹？这应该变啥讨论啊啦？是啊啦吼。不过，这有可能是原住民哦。系啊，社名哦。对，高雄万丹有吗？是。什么？台湾那些在台中也有。时间到，请起答案。哦，屏东万丹这边，哦 ，A、B、C 拢有哦。分风险甲分开啊啦。哎呦，是。我要问一下老师，你感觉是 B 哦？ 嘿，阮这个我是台中市这个青年高中啦，青年啊，阮老师呢有一个迄个研究，甲这个原住民诶舞蹈，我是感觉应该是这个台中大甲，有道理哦，吼，啊那这边的是安那是C咧，对顶。 分散啦，阮妈妈是原住民，是，啊，甲迄风险甲分我感觉是大甲就是大甲，台中大甲，大甲溪哦，一定会是大甲溪。林雅我无听过有原住民，啊，你讲屏东较有原住民？嘿，较有。我讲这个是台湾啊，问迄个孝坤的爸爸。嘿啊，爸爸，敢是屏东敢对？ 应该是对嘞。哦，所以爸爸讲对，咱就对。所以因拢是。好，来，我来看一下，正确的答案是。B。哇，有影哇！有影赢在会跳舞嘞。哦，是。好，不要紧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说哦，哈，来，老师。 好，咱台湾足侪地名，譬如讲，同款是大甲迄搭遐吼，沙人嘛是原住民啊。啊，这个大甲伊毋是大甲溪，搁较头前的叫大甲溪，是因为遮是北部族，迄个大甲道卡斯，就是道卡斯族，因的迄个本地伫遐嘛吼。啊，另外迄个像啊，高雄灵雅，伊迄是鱼啊，有迄款灵鱼，迄款鱼网吼，因为我是高雄灵雅了遐的啦吼。啊，搁来是迄个万丹，咱以前伊其实是古早屏东叫阿狗，万丹就是街头，所以伊遐是迄个高边溪吼，伊就是下淡水遐足有名的迄个所在，所以伊本地是写万州云集。
就是足侪船伫遐做生意，啊伫遐落会，吼搬会安尼，啊后来就甲迄个单，迄个酒甲用起来变做单，啊迄个单嘛有较红、较青硬的意思，所以万单唔好甲万万哦，万峦是叫做万万，迄较是原住民语，啊这个万单是万酒温集，是，对。好，来，咱即马哦，C 甲 A 先甲消掉，咱留一个 B 伫遮啦。来，消，哎，消掉啊！来，咱要看一下分数。是。来，咱这边阮老师歌舞团。即马得到1分，就是咱老师留落来啦。好，啊那咱这边要叫的呢？就是死的，所以拢死。无甲半个留落来啦。要紧，咱甲这边的甲老师因鼓励，好不好？嘿，好，啊，咱即马老师的奖金是偌济？即马就得到2万咯，加头前的1万，即马拢总得到3万咯。加油！哦，阮制作人足想要希望人嘿，奖金拢甲摕到转去啦。对。吼，咱来看者3万5，敢会当摕到转去？3万，敢会当摕到转去？好，来，进来咱的摕奖金游台湾。摕奖金游台湾，拢总有5组题目，每一个家庭成员轮流讲出正确的台湾地名，只要30秒以内，甲5个题目拢总讲出正确答案，就会当将头前累积的奖金全部摕走咯。嘿，摕奖金游台湾，免过来去游台湾。啊，即马呢，咱的奖金偌济？咱即马奖金3万块。3万块。再讲哦，咱3万块的奖金，啊，毋过几秒？咱1万块，2万块就10秒嘛，所以3万块就30秒。30秒，安尼1、2、3、4、5有够吼？袂，咱搁加30秒互恁。安尼互恁60秒。我就甲你讲，咱制作人哦，就一直要甲恁的奖金送出去啦。就对啊啦。好，啊，咱讲完了，咱就紧的走，紧的换人。溜5题。好，来，咱即马摆一排。请摆一排。来，第一。来哦，会当讲哦，会当讲，拢会当讲出来吼，大声讲出来。好，来，上个，咱请出题。请问乌鱼甲草仔粿是倒位留粿？高温，正确，哎。好，来，换人记来。3万块的大奖会当摕走偌济奖金呢？好，来，上个，咱请出题。请问乌鱼甲草仔粿是倒位留粿？高温，正确，哎。好，来，换人记来。三甲，好，正确来，后一个，看来是咱的迄个阿爸。金山，好，正确，过来。好，你来淡水，啊，正确，来，过来，胡叶甲林哥，正确。恭喜过关咯！是，好来，咱摆好来，来，请老师来给咱解说一下哈。来，老师，好，咱这个先解说迄个高分啦，吼，爱加一个啊。好，因为在地讲法是啊，吼，啊，咱这个伊乌圆个草仔粿咱是用刺壳草还是杏草来去做的，啊，刷落迄个三夹。讲的是较少年、较古水、较水吼，所以迄个喙爱甲合起来三夹。啊，伊的米台北是因为伊拢用迄个大骨来去滚、来去控汤，吼，啊，佮用迄个食料来去煮的吼。啊，金山咱知影鸭肉最有名，啊，迄麻辣佮有啥物米辣，迄拢是传统的米食吼。啊，佮来淡水遐，咱的鸭架爱解说一下，因为迄个鸭架迄个爱念无好，莫逐个拢念鸭架。咱爱念有做迄个落音鸭架，因为伊是有迄个甜的豆腐阿布拉架 ，OK， 好，啊，过来是英哥遐，即个阿伯18岁就开始咧做即个寿司啊，吼啊，所以伊真好食。啊，毋过我要解说是迄个陶瓷，咱拢叫做肥鸭头，啊，毋过你做出来若较陶土，咱就叫做粗肥，吼，啊，若出来较油，迄叫做肥鸭。好，所以有粗跟油的分别。谢谢老师。后摆来个摕奖金啦。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
奖金啊，咱来看者，咱的奖金偌济？咱看咱剩几秒，咱即摆秒数35秒。咱真正个奖金送出去啊咧！对，就是得到3万块啦。好，摕到3万块，咱就真的紧来去颁奖。颁奖，来！第一道哦，好呐，3万哦。哎呦！而且因拄啊，甲我问讲这是真的哦，真的啊，真的啊。阮是公共电视，钱当然啊分出去啊，发出去。无唔对，来恭喜！好，今日咱来谢谢咱的国文老师，感谢咱的王秀荣王老师到来咯。好，多谢。专家有地位，好，大家斗阵拼得起。嘿，互恁规工拢欢喜。再会，谢谢，阿辉再过来，哎呀，蔡爸爸，谢谢，下次再来。哦，阿辉再过来，阿辉再过来，加油加油加油！